现代台语版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。伫人的管辖下做奴隶，着看家己的主人做堪得受充分的尊敬。上帝的名甲道理才袂受亵渎。主人若是信主的，毋通因为因是主内的兄弟，就无甲因尊敬。既然对奴隶的服侍来得到利益的主人是信徒，嘛是所敬爱的人，恁搁较着温群甲因服侍。你着用这个事来教示甲劝勉。若有人教别款教义无符合咱的主耶稣基督健全的道理，无根据虔诚的教义，就是碰风自大，完全无知，好辩论，爱伫日面上争论，对这会引起怨妒、纷争、诽谤、猜疑，直到心思败坏，丧失真理，纷争无停。因想讲宗教是趁钱的手段，敬虔搁持续，为互人得到大利益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就着知足。想要发财的人，会含落有隙、陷阱，甲真侪款愚妄有害的欲望，互人沉沦，直到败坏甲毁灭。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贪爱钱财，受迷偏离信仰，家己受尽苦痛。毋过你这个属上帝的人，着闪避这个事，着追求正义、敬虔、信心、仁爱、耐心甲温柔。信仰的美好竞赛，着真来去拼，着确保永远的活命。为着这个活命，你有受警召，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。伫使活命互万美的上帝，甲对帮手比拉多宣认美好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，我吩咐你，着遵守所领受的命令，无缺点，无通嫌，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。伫时机成熟的时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、独一无二的主宰、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上帝，要互伊显现。上帝是独一袂死，踮伫人袂通接近的光明中，无人捌看见伊，嘛无人会当看见伊。愿尊贵甲永远的主权归伫伊。阿们。对遐个金世好惹的人，你着吩咐因，毋通骄傲，毋通将因的望放伫袂瓦靠伫的财物，着瓦靠将万美丰丰富富，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。着吩咐因做好事，做较济好事，慷慨施舍，甲人分享。安尼做是伫为家己的将来去做坚固的地基，确保真正的活命。提摩太啊，着持守上帝交托你的职责，着闪避无敬虔的空谈，甲假知识的争论。有人自称有即款知识，直到信仰失落目标。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